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24，旧历的6月初4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9月路盘路头相拍，冲落落地，警察是辱车掠人。进前警政署要求各县市警察局针对集体相拍甲相杀的案件，要伫上短时间内来破案。昨日暗，新北市的五股有一群人伫路头甲一个查甫人围起来拍，而这个过程中，因为下杀有一支枪滴落涂骹。 一群人才全线掉，警察马上以车辱人，总算甲9个嫌犯总抓起来。规群人伫街路喊甲大细声，惊动边的住户用手机翕证据的过程，有一个查甫人互人围咧拍，雄雄这群人赶紧要走，原来是看到一支枪落伫涂骹。因为双方商讨4万多元产生的纠纷，一言不合发生打架，过程中。 因为推挤造成枪支掉落地面，双方因而四散逃逸。这个代志发生伫新北市的五股，2日暗时，警方得到报案，出动快打部队到现场，发现讲现场有一支枪甲3粒枪支，人讲残泥锁过有痕，随后成立专案小组调监视器以车找人，顺利将拍人的9个嫌犯拢抓到案，问过笔录了后，依照妨碍特殊甲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移送。